7個私生仔出嚟同5個親生仔女爭遺產，仲要告2個姑媽壓住晒啲賺錢工具。講緊呢就係上帝之手球王馬勒多納啦。喺2020年嘅11月啦，球王因為心臟病突然離世，終年先得60歲。佢生前呢喺足球場上邊呢係真係十分威水嘅，身家又豐厚，資產遍佈阿根廷、西班牙、美國、意大利，仲有246項價值連城嘅個人形象商標啊！佢突然之間走咗之後，大家先發現佢啊連一張正式嘅遺囑都冇。按照當地嘅法律呢，冇遺囑啊，梗係按法定繼承啦。本來係由佢生前公開承認嘅5個仔女順理成章啊成為繼承人，點知呢突然有7個私生仔出嚟話自己係球王親生嘅，爭住要驗 DNA 分家產貼，魚龍混雜，鬧到滿城風雨。最後呢，就法院只認佢生前自己認嘅嗰5個，其餘全部呢就踢晒出局。你以為咁就完啦？重頭戲啊，而家先開始咋？呢5個仔女慢慢發現呢，老豆最值錢嘅商標啊，竟然一直被2個姑媽同前律師咧就死死撳住，乜嘢收益都落唔到啲仔女個袋。咁嗰班仔女啊，告佢啊侵吞資產，由20年佢離世到而家咧，足足6年都仲未搞掂嘅，家人咧就變晒仇人，一代球王嘅身後事搞成咁，真係令人好唏噓嘅。咁馬勒多納呢個 case 真係一個好好嘅反面教材嚟噶，佢啊衰3樣嘢。第一咧就明知自己私生活混亂噶嘛，又唔立遺囑，導致咧身後咧俾嗰啲冒牌私生子咧就有機可乘。第二咧又唔搞信託，俾嗰啲黑心人啊侵佔收益，講緊佢嗰啲姑姑啊律師嗰啲人咯。第三咧跨境嗰啲資產一啲都唔去做規劃，散落響全球各國，冇統一規劃啊，就會陷入無盡嘅法律拉鋸戰嚟嘅。陳律師就教落啦，生前唔規劃咧就死後累全家。各位啊，有身家嘅朋友啊，無論你係百億咧，淨係普通中產，一張有效嘅遺囑，一個家庭嘅信託，先至係守護家族最終極嘅武器嚟嘅。千祈唔好學阿馬勒多納咁樣，生前就威一世，死後啊周身蟻，真係蝕底啊兼失禮噶。大家話係唔係呢？響評論區講低你哋嘅睇法啦。我係專注財富傳承嘅中美跨境陳律師，有乜嘢婚姻財產問題都可以私信我，等我嚟幫你哋診下脈啊。